Hello，我係 Candice，我係一位二胎嘅媽媽，大仔今年4歲幾，另外有個女女，而家4個幾月。咁懷孕期間咧，我都有好多嘅腰痛啊，或者腳腫嘅問題啦。咁兩胎嘅懷孕期間，我都有嚟 Hikari Yoga 嗰度做孕婦瑜伽，覺得腰痛嘅問題大大改善。透過做運動，亦都可以令我放鬆，瞓得好咗。加上孕婦瑜伽有好好嘅盆底肌肉練習，雖然最後我揀咗開刀，但對於點樣控制盆底肌肉好有幫助，避免咗產後嘅尿腎問題。咁我生咗兩胎之後咧，都有嚟 Hikari Yoga 嗰度做產後瑜伽，因為咧生完 BB 之後咧個腹部力量唔夠好啦，好多時就會借用咗好多 lower back 嘅力，令到咧後背嘅壓力大大增加。嚟到呢度做產後瑜伽，就幫我 step by step 咁訓練翻我嘅腹部力量，唔單止改善咗我嘅腹直肌分離，令到我嘅腰部線條出翻嚟，亦都減少咗我 lower back 嘅痛楚，所以我都推薦俾各位產前產後嘅媽媽嚟呢度做瑜伽。